各位純數學科科長早上同大家見面嘅時間，今日我哋會講一個小學4年班一個好常見嘅因倍數嘅問題。我哋話啦，如果 P 係 Q 嘅倍數，而 P 唔係 Q，P 嘅所有因素有1、2、7同埋14，咁 Q 可能係啲乜嘢？好啦，首先我哋留意兩個重點。第一就係我哋要知道一個事實，就係如果我話俾大家聽，任何一個數嘅所有因素羅列咗出嚟，佢最大嗰個因素就係佢嘅本身。咁所以我哋可以即刻知道 P 就係14呢一個事實。第二件事，留意一個比較 tricky 嘅地方 ，Q 可能是什麼？好啦，因為我哋話原來 Q 唔只得一個可能性嘅。好啦，我哋睇一睇 P 係 Q 嘅倍數，調翻轉嚟講 ，Q 就係 P 嘅因數。我哋話其實即係問，原來 Q 係 P 嘅因數，而 P 係14，所以我哋需要將所有 Q 即係 P 嘅因素寫晒落去。但係留意一下 P 同 Q 不相同，所以我哋會剔除14呢一個結果。剩低落嚟嘅1、2同埋7將會係我哋嘅答案，所以 Q 可以係1，可以係2，可以係7。咁我哋話咁先至係一個完整嘅答案。咁嚟緊我會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啲比較 tricky 嘅數學問題。多謝。